澳門美食嘉年華，好多美食都同我哋廣東文化有關。澳門地道美食豬扒包，葡萄牙人喺澳門生活咗500年，將葡國菜同粵菜進行融合。其中我哋平時去街市買嘅西洋菜呢，就係幾百年前葡萄牙海員啊坐船從西洋嗰度帶翻嚟廣東嘅，所以叫西洋菜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我們是普吉島當地的一個dessert，叫阿崩。口感很脆哦，有點像東北的那種貼在鍋邊上的那種大餅。其實咧，泰國咧有1000萬嘅華人啊，佢哋祖籍都係潮汕地區嘅，仲有100萬嘅華人祖籍係廣東梅州客家啊。所以李小龍嗰部電影咧《唐山大兄》就係講泰國華人嘅故事。木薯葉雞肉鹹的橄欖哦，OK，來橄欖炒飯，就是我們那邊的本地的茄子，酸的。馬來西亞欖角炒飯試下先，炒出嚟粉紅色嘅，呢個口感點解有啲似我食嘅客家朋友幫我整嘅酸菜豬肉焗飯呢？唔通因為馬來西亞有接近200萬嘅華人都係客家人嘅後代，所以客家有句說話叫千辛萬苦出南洋，積存些錢寄家鄉。This is what we use in making the chocolate. 菲律賓姐姐同我講咧，呢個係佢哋本土嘅芒果朱古力同埋飯啊，跟住咧佢而家整緊嘅就係朱古力拿鐵。呢個口感咧有啲似我哋甜嘅粽。菲律賓咧生活住100萬嘅華人，其中多數都係閩南地區嘅，所以咧如果你識講閩南話或者閩南話嘅分支潮汕話，咁你喺菲律賓華人圈咧都會撈得好掂㗎。仲有順德陳村粉、魚皮魚餅，年年有餘；成都中水餃、涼粉、麻婆豆腐、富都牛油；江蘇淮安美食，蛋餃、懷餃、蟹黃湯包、生煎包，包包包你掂；潮州功夫茶、老鵝、牛肉丸、牛氣沖天。從6月14到23號下晝3點半到10點，漁人碼頭羅馬廣場勵進大道，6大洲19個國家30個城市100個美食攤位等你嚟打卡。